題目範例包括以下幾個課題：4. 功率因素嘅計算；5. 照明度嘅計算。範例4呢個題目咧就俾我哋一個 RC 串聯電路，喺呢個電路裏邊嘅電阻咧係180ohms，電容嘅電抗值即係容抗咧係60ohms，要求我哋計算呢個電路嘅功率因素。嗱，呢一類題目咧亦都好簡單，我哋咧亦都係需要畫出一個阻抗三角形啦。咁喺呢個阻抗三角形裏邊咧，我哋畫出電阻180ohms，容抗60ohms。咁喺呢個阻抗三角形，亦都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咧，叫我哋計算功率因素。咁功率因素咧，我哋需要知道咧呢一個夾角 theta 幾多。好嗱，我哋喺呢個直角三角形裏邊咧，就可以計算到呢啲資料。第一 Z 我哋可以係利用畢氏定理啦 ，R 平方加 XC 嘅平方，然後將佢咧開方根啦，得到咧就係 Z 189.7 ohms。咁亦都可以咧根據電阻值同埋容抗值佢哋嘅關係，咁佢哋嘅關係咧就係 tangent 嘅關係啦。60除以180得到咧係 18.43 度，呢個角 18.43 度。剛剛啦，我哋用畢氏定理啦，同埋基礎嘅三角學咧，我哋計算到。咁我哋亦都可以咧係用 J notation 啦嚟計算。咁呢個阻抗咧就係 R 加 JXC。R 加 JXC 咧即係180加 J60。咁我哋撳一撳機咧就會計到189.7。角度係 18.43 度，同上邊咧我哋嘅計算係一樣。好啦，有咗啲資料咧，我哋就好容易計到功率因素。嗱，功率因素咧，頭先我哋講過，我哋要知道呢個夾角呢個夾角，知道呢個夾角之後咧，我哋 cosine 呢個夾角啦，就係功率因素 0.95。嗱，除咗用呢個方法咧，我哋因為上邊咧我哋已經計咗咁多嘢啦，有咁多資料。我哋都可以咧利用 R 除以 Z，R 除以 Z， 咁就係 cosine theta。咁 cosine theta 咧，亦都係等於功率因素 R 180，Z 189.7，除出嚟同樣係 0.95。咁用兩個方法咧，我哋都計到同一樣嘅答案。翻返去題目咧，我哋亦都發覺 0.95 咧就係 D 嘅選項，因此咧呢個題目嘅答案咧就係 D。0.95。範例5，咁呢一條咧就俾咗一幅圖我哋啦。裏邊咧有一個光源，佢嘅發光強度係5000個坎德拉。咁就要求我哋計算咧 A 點呢一點嘅水平照明度。計算呢個題目咧，我哋都係不離呢條公式啦。距離平方反比定律就係呢條啦。I theta 除以 D 平方。I theta 咧就係呢個光源照落嚟嘅譬如話我哋 A 點啦而家呢個位A 點呢個位，然後除以咧佢嗰個距離嘅平方。咁亦都因為咧而家要計算咧係水平嘅照度，咁而家呢盞燈咧係一個斜斜地嘅角度咧 theta 照落嚟，所以咧照落嚟呢個咧就係唔係一個水平嘅照明度。咁我哋就要揾翻咧呢個垂直分量同呢個水平乘90度角咧，先係俾到一個正確嘅答案嘅。咁因此咧，我哋要加埋咧餘弦定律 cosine theta， 要乘翻咧攞翻呢個垂直分量出嚟。好嗱，要計算咁多嘢咧，我哋要多少少資料啦包括咧就係頭先我哋上面見到咧 D 同埋 theta，D 呢個距離啦，同埋 theta 呢個角度。咁我哋就喺呢幅圖裏邊咧計算啦。theta 題目俾出我哋咧呢個垂直距離3米，水平距離 1.5 米。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啲資料上邊咧，又係利用畢氏定理咧揾出 D 呢個斜邊呢個三角形斜邊呢個長度，同埋咧中間呢個夾角。theta 咧就係用 tangent 啦arctangent 1.5除以3得到咧係 26.57 度呢個角度。而 D 呢個距離咧 1.5 平方加3嘅平方總和之後咧開方根係 3.35 米。
D 呢個長度係3.35米。同樣地咧，我哋都可以咧知道咗呢個角度之後咧 ，H 除以 cosine 呢個角度咧，一樣咧可以揾到 D 嘅。三角學嘅方法咧，我哋一樣可以揾到呢個距離 D。好啦，有晒資料，根據上邊呢條公式代入數字 EA 係 I theta 除以 D 平方，即係呢個照落嚟嘅發光強度啦，再除以呢個距離嘅平方，再乘翻呢個根據餘弦定律乘翻 cosine theta， 得到咧就係398.5個 lux。嗱，除咗用呢個方法咧，我哋都可以用下邊呢個公式嘅。下邊呢個公式代入去之後咧，就會係變成呢條。照計算出嚟咧，397.5個 lux。咦，好似兩個答案唔相同啊！但係其實咧係原因咧，就因為大家嗰個計算啦，入邊嘅小數位啦，有四捨五入啦等等啦，我哋造成一啲少少嘅誤差。咁但係總括咧，呢兩個答案咧基本上係相同啦嚇，爭咗一個 lux。咁我哋就揾翻答案，我哋可以睇到咧 B 呢個答案咧就係397.5個 lux， 同我哋咧頭先計算出嚟嘅答案咧呢個就一模一樣啦，呢個就多咗少少。咁但係你用邊個方法都好啦，你計算到出嚟咧，譬如你用呢個方法計算397.5，直情有呢個答案啦。咁而呢個咧398.5咧唔係你計錯嘅，呢個係因為我哋計算機裏邊咧小數點嘅誤差咧而得到有少少同個提供答案咧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咁樣計算到出嚟咧，我哋都會係選擇翻397.5，因此咧 B 就係呢條題目嘅答案。今日嘅解題去到呢度，如果大家想觀看更多 B 牌應試技巧，歡迎重溫師傅仔嘅 B 牌考試解題技巧突擊訓練系列。祝大家 B 牌考試順利。B 牌考試注意事項： 1. 考生必須喺考試開考前最少15分鐘到達試場，如遲到超過25分鐘，將不會獲准進入試場應考。 2. 試題分甲乙兩部分，共100題，所有試題均須作答。考試時間為2小時，甲部佔28題，合格分數為75%；乙部佔72題，合格分數為50%。考生必須喺同一次考試中，喺甲乙兩部分均取得合格分數，才能喺整項考試中取得合格。 3. 作答時，只需喺答題字嘅適當方格內填畫一條粗線，唔好喺一題內填畫多過一個答案，否則該題答案將作廢。 4. 記得帶齊准考證、身份證、鉛筆、擦膠同埋計數機一齊入場啦。